下一位姓名死因何傑豪，死因我唔係好記得喎，唔記得？單眼記錄同死亡證打嚟未啊？單眼記錄死亡證明係咩嚟㗎？頭主任我真係好急啊！你可唔可以快啲幫我？我要快啲翻去啊！急，個個都急㗎啦呢度，規矩就係規矩，冇死亡證辦唔到。我真係要快啲翻去，大埔仲燒緊，我成班兄弟都喺晒嗰度㗎。大埔火災，你係？我係消防員何傑豪。我走過嚟嗰陣時候，我仲見到嗰啲火勢仲係好猛，完全未受控制。阿明佢件衫又爛咗，條氣仲好唔順，我一定要快啲翻去幫佢㗎。大埔住宅火災，你為咗救3名受困嘅市民，自己困咗喺火場入邊，然之後犧牲咗，年紀啱啱好28歲。何生，你知唔知道今日係你死咗之後嘅第42日啊？但我啱啱仲喺火場喎，你犧牲咗，新聞都有報，全香港嘅市民都為咗你送行，話你係英雄。點解可能啊？我啱啱仲覺得好熱，我仲見到阿文伸手向我求救，我要快啲翻去啊！嗰個係你最後嘅記憶，好多時候靈魂都會困咗喺死前嘅最後一刻嘅。不過你已經做得好好，你救咗3個人。阿欣，我女朋友阿欣，我應承咗我要翻去㗎，我會平安翻去同佢一齊去揀出年結婚嘅戒指。你想投胎翻去香港？係，我想投胎翻香港，可以繼續救人，仲可以見翻阿欣。但係投胎嘅程序最起碼係749日㗎喎，而且你唔會有前世記憶。但我而家就想翻去見到阿欣，哪怕只係得一陣。我想同佢好好咁講聲拜拜。規矩上面咧，其實咧就唔準你嘅靈魂咧隨翻翻去陽間嘅，但係英雄會有特別嘅待遇。我可以用你嘅功德分幫你去安排一次托夢，但係你只係得半炷香嘅時間，好唔 OK？好啊好啊，唔該晒你。你要諗清楚啊！見完最後呢一次之後，你一定要真正咁放低。因為如果陽間嘅人太掛住已經過咗身嘅人，對大家都唔好。我明白㗎啦，我只係想好好咁同佢道別。